認唔認得我後邊呢個小區嘅中庭啊？知唔知呢度係咩項目呢？冇錯啦，嗱，今日咧又嚟到德寶怡高啊！其實呢個項目咧，我已經嚟咗好多次，亦都拍過好多次噶啦。咁點解仲會嚟呢？因為最近咧收到好多後台粉絲朋友嘅諮詢，因為而家咧目前嘅4代住宅啊，大部分項目咧都已經係清尾貨階段啦，亦都冇咩好嘅樓層去選擇，所以大家會喺中山嘅城區想揾翻一啲可以媲美4代宅，或者喺某啲方面可以超越4代宅嘅項目。咁到底有冇呢？咁我覺得呢個項目啊，即係德寶怡高，應該係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嘅項目。點解咁講呢？同大家講幾組數據，大家就明啦。第一個，呢個項目嘅整體容積率呢，只有1.67啊！大家唔好忽視呢個數字。點解咁講？因為呢個容積率咧，可以講係比4代住宅仲要優秀。4代住宅好多嘅容積率咧係去到2.0嘅容積率，但係佢做到呢個容積率嘅前提係利用咗新嘅佈建嘅規則啊，先可以做到呢個容積率。實際上你去睇嘅時候咧，特別嗱，好似之前嘅龍湖香山頌啦，你入到去睇，你會發現佢嘅樓咧比較密，但係你嚟到呢個小區，你就發現所謂嘅1.67嘅容積率應該係點樣嘅？嗱，我哋嘅攝影師俾大家睇睇，見唔見我哋前邊遠處咧有啲樓嘅？嗰度咧係佢哋嘅大平層，望過嚟啊，完全冇遮擋嘅，呢啲先叫做真正嘅1.67嘅容積率，俾到你嘅呢種視野開闊感同埋小區呢種品質。第二個咧，小區嘅綠化率啊，去到49%，普遍咧而家中山嘅小區咧應該睇30%左右嘅綠化率，但係呢度咧做到49%嘅綠化率，咩概念咧？你見到嚇，成個小區佔地咧去到300畝佔地，49%綠化率咧就等你咧就感覺好似住喺公園又一樣。我哋唔需要行出去去公園啦，喺小區入邊佢就一個大嘅公園。嗱，呢種感覺咧其實好適合大家養老啦居住呢種品質、追求品質嘅客戶。我覺得咧呢個盤喺呢一點上面一定俾到你。第三點嗱，咁而家咧主要都係賣開大戶型為主，咁大戶型咧都可以做到全部都係3.15米嘅層高。你要知道咧呢個樓盤咧係2020年嘅項目，當時好多開發商做緊2.8米、2.9米嘅層高，但係唯獨呢個項目可以做到3.15米層高整體咧都係得80米嘅層高嘅啫所以咧俾到你嘅密度咧，亦都係拉滿嘅。喺呢一點上面，我覺得比起甚至而家好多嘅4代宅，比如保利朗悅啦、龍湖香山頌嘅細面積啦比佢哋嘅層高仲要做得更加好。咁第四點咧，當然就係價格。當時呢個樓盤咧最高峰嘅時候賣到成2萬零蚊無批交付。咁而家咧喺價格調整完之後咧，喺今年嘅5月份都賣得非常之唔錯。而家賣開嘅大戶型賣咩價錢呢？無批13700幾起最大嘅單位可能就係14000到15000左右。咁其實呢個價錢咧嘅總價同而家嘅4代住宅嘅總價基本上係可以講係持平㗎啦或者係比佢哋更加優惠少少。咁如果加埋裝修成本嚟講，應該差唔多。咁整體嘅品質又有咁上下所以我話咧呢個項目應該係考慮，特別係睇中山4代宅嘅朋友，一定要中山改善，一定要多多對比嘅項目。